Hello，大家好啊，我係阿榮，今日阿榮過到嚟中山石岐市中心奇觀月輪呢個樓盤，全新加推5棟148平方。先講回其呢個樓盤嘅環境，俾到一種安慢、平靜、寧和嘅感覺。樓盤仲有直通巴士返到香港太子前灣站嘅，生活配套亦都係十分之便利嘅，步行2分鐘就可以過到天虹嘅購物商場。揸車嘅話咧，亦都係40分鐘可以回到深圳灣口岸嘅。你睇下個設計，非常之舒服嘅，園林環境亦都係非常之好嘅，宋式園林。咁依家阿榮帶大家睇一睇示範單位。依家過到嚟示範單位啦，148平方嘅，交付標準，而且嘅話咧係做得非常之闊落，係睇起身嚟咧其實有一種感覺就係俾到一種感覺叫寧靜感。呢邊就係騎樓嘅位置啦，到時候收咗樓嘅都可以工人之設計嘅。呢邊又擺翻茶幾喺呢度飲茶。咁我右手邊咧，佢呢間就係主人房啦，佢主人房都係大頭間嘅，非常之適合長輩喺呢個房居住。就唔多介紹啦。佢呢度咧就係餐廳嘅位置，擺咗一張長台6人位嘅。而且嘅話咧，睇得到佢呢邊仲可以做一個細細啲嘅騎樓仔噶。好，依家過到嚟休息區啦。休息區我右手邊嘅就係一間房間嚟嘅，不過依家咧示範單位其實一個茶室。咁左手邊咧其實乾濕分離嘅衛生間。第3間房，佢呢間房咧都係擺咗一張1.5米嘅床，到時候都可以供人之設計。最後一間就係主人房，主人房係擺咗張1.8米嘅床，呢邊就係衛生間啦，都係做好乾濕分離嘅設計嘅。而且嘅話咧，呢個樓盤係位於中山石岐，質素係非常之高檔嘅。如果係追求啲品質嘅朋友仔，呢個樓盤不妨了解一下。仲有嘅話咧，揾到榮仔睇樓，榮仔喺香港直接派車你哋過嚟睇樓，係全程免費接送嘅。有需要嘅就WhatsApp榮仔我啦。